中国人对于戏曲、对于听戏是骨子里面就有这个 DNA 的。能够被很多人喜欢，我觉得是一种幸运。我觉得就是练好自己的本领，把我们认为真正好的东西带到舞台上，我相信年轻人一定会来的。似水中月，轻昵着镜中花。这个是一个和大家互动啊，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环节。所谓的邪魅一笑，不是说是怎么样刻意的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在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对于他这个理解的加深中，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我刻意要去体现。其实这个转圈圈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行为。我们在这个彩排的返场中，我们就是打打闹闹的玩了一下，然后就把这个圈圈转到了观众面前，然后大家刚好也很喜欢，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空的时候会看一下，有看到他们叫我老公姐，倒是不会害羞。那老公的话，我理解为他们对于我在舞台上饰演的这个角色的男性角色的一个称呼。那姐的话，就是他们对我生活中这个女性性格的这个称呼，所以称呼为老公姐，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开始定的我不是贾婷，定的是周安，然后再去拍剧照的时候，我们王老师说，要不你还是先演贾婷吧。他对我来说比较挑战，因为他跟我平时接触演绎的角色很不同，但是正因为这种不同嘛，就让我有了更强的那种跃跃欲试的想要挑战的这个想法。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看了很多很多这个有关于作品啊、图片啊、视频啊，因为我没演过嘛，你找不准，你只能去找一些细枝末节，然后可能你可以感受一下演绎这个贾婷所需要的一些的基础的话，那在我前面学习越剧的那么多年里面，我一直都在做这个储备。可见天竺沙的红，摇如溪流扶风，几回眸无尽许人梦。带上浓妆，倒也不是只是说你练的时候很辛苦，那很多人都很辛苦，只不过这条路偶尔有时候还是比较孤单的。你在练之前，你所有需要的一切的基础的时候，那是需要你一个人非常投入剧中，保持着10分万分的热爱。虽然苦，但是我有很多的快乐。我想要做这颗小石子，其实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小石子在默默的这个努力。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同时，也能看到更多的这个小石。每一代的演员在传承前辈艺术家们的这个路上，有着自己的这种创新和摸索。我们可能在守正的同时，也必须要去创造出很多的气口，让大家走进我们。